降临嘅位仪，来，大家大欢喜，俄罗来今时，顺声的情路主的情百姓。好，咱搁来练另外一首，是今日的诗歌圣诗144首。圣诗144首，我心近我，是阮宝座。这条较无较熟啦吼。来，我心近我，是阮宝座，主要听我祈祷，谦卑白白，伫你脚前，心生稳定安宁。好，咱这个歌3拍的歌吼，所以每一个小节的第一拍，小可较强一寡，吼1、2、3，1、2、3这个节奏来唱，吼。好，来，咱过来一遍。来，我心近我，是阮宝座。主要听我祈祷，谦卑白白，伫你脚前，心生稳定安宁。第2节，我渴求主你所应允，我就何当亲近，主叫落苦的人就你，我就真情无疑。好，咱今日要搁特别来练一首诗，就是咱130周年，咱有做一首诗。这首诗无论是词还是曲，拢是咱教会家己做的吼。咱130周年的纪念诗歌，咱做伙来看卖。来，信心军队。信心军队，周胜美老师作词，咱的苏琴徐国荣姊妹负责写词，一个作曲，一个作词。咱听一遍。过去啊，已经过去了。我是讲差一点无法度练啊，有啦，我无当练。咱对头前来。上帝权力创造极水，主耶稣救赎，奇妙无比，诚实
心安慰，永远无离，阮便流传，本山130年，欢喜欢喜满心来感谢，叫军队。军队心心的脚者，叫用仁爱三宽容，谦卑行天路，温柔忍耐顺服，三位一体，一生大自在，受苦难福气。平安自在，愿咱真心真意当好师，救恩之意，互万人拢知。咱这首诗歌吼，其实伊是会反复啦吼，反复的是转来还阁唱对第2节来吼。咱头唱第1遍吼，大概几个点，甲大家讲一下啦吼。你共阮3拍，啊嘛是。1、2、3，1、2、3，这个节奏爱出来。第2，你哋看咱第1个破表，上帝宽容创造极水，主耶稣救赎，后壁休困一拍，这休困一定爱休，无甲拖过去，啥啦？休一个，才要讲下骹的代志，所以咱在讲代志时，我串一个，才讲奇妙无比，所以唱歌的时，这点爱出来，所以有几啊位这个休困。过来就是半拍的所在，咱头拄仔唱了小可有较慢啦原著者你有感觉唱了有小可较慢，还是速度会使，所以咱唱歌无伤慢伤慢唱过来就无精神。好，咱即摆连咪对头个唱一遍，唱了再接对第1破表唱了，咱个转来，个接对第2破，上尾这个第2届来。上帝宽容创造极水，主耶稣救赎，奇妙无比，诚心安慰，永远无离，阮便流传，本山130年。着欢喜，欢喜满心来感谢，着军队心心的脚者，着用仁爱三宽容，谦卑行天路，温柔忍耐顺服，三一生大自在，受苦难福气，平安自在，愿咱真心真意当好师，救恩之意，互万人拢知。其实咱来看文山教会130年的历史。其实嘛是充满艰难，但是咱的信仰前辈靠着因的信仰，靠着因的信心，一步一步行到即马。对咱来讲，讲起来是加足简单的，咱来做些啥？军队继续军队因的脚步来继续来行，咱来唱第2届。做极水，主耶稣救赎，奇妙无比，诚心安慰，永远
互你稳定流传，文383年，就欢喜欢喜满心来感谢，就军队心的卡者，就用仁爱三宽容，谦卑行天路，温柔忍耐顺服，三位一体，一生大自在，受死难福气。平安自在，愿咱真心真意当服侍，救恩之意，互万人拢知，称谢阿罗。愿主的祝福，甲文山教会做伙，直到永远。城门啊，举起恁的头，永远的门啊，恁着受举起。阳光的王要入，迄个阳光的王是一位，就是大气力、大权能的耶和华。伫高前有大权能的耶和华。城门啊，举起恁的头，永远的门啊，恁也着举起。阳光的王要入，迄个阳光的王是一位，万军的耶和华，伊是阳光的王。请咱即时来吟圣诗，圣诗407首，407首。清早天铺光，日头出东方。勇壮那军兵，灿烂照光明。鸟食满天飞，山野变满花。温群做主工，天白为看重。请咱继续来起立来唱转首。清早天不光，日头出东方，勇壮那军兵。灿烂照光明，鸟食满天飞，山野变满花。温泉做主工，
子的脚步，时刻对耶稣，心中有上帝，怀念就消退，保险秘密保，朴素不遗忘。请坐。咱即是来读《使徒信经》伫第7页，第7页有吼啊，咱的迄婆婆嘛有。好，来同齐来。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边，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做赦免，俗体各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这是请咱先开启应文，咱要启用的是启应文第50篇。圣诗后壁面启应文第50篇。来，咱同齐来交托。至圣上主的神临到我，找我去传好消息予散赤人，宣布受掠的得到讨放，宣布上主恩待人的年，安慰所有悲哀的人，伫锡安悲哀的人。欢喜的油代替悲哀，忍受称做公义的树。我要用信实甲因报赏，因的后代伫列国会得到好名声。所有看见因的人，会承认因是上主的子民。咱过来吟圣诗，圣诗84首，圣诗84首，大家大欢喜学乐来吟诗。大家大欢喜学乐来吟诗。顺城的正女子，主的正囝儿，天顶至大人君。和平我的主，即时坐伫座位，降临极威仪，大家大欢喜，学乐来吟诗，顺城的正女子，主的正囝儿，请咱起立来吟专心。家的正路走，走的正。
较济，只是请咱同心来祈祷。至尊之圣，疼阮的天父，伫主日的清早，阮渴慕来到你的面前，将阮的懊恼、敬拜来献予你。恳求圣神降临伫阮的敬拜中，阮要将阮所有的看虑、重担，拢放落，独独来敬拜你，享受伫你内面的安息，帮助阮学习，将阮全人全心来奉献予你。恳求你大开力的手来坚固阮，会当踮伫，会当徛立伫你的石盘顶，袂摇动。互阮伫世上侪侪的引诱、试炼、苦难，拢会当靠主的名，会当过得胜的生活。亲爱天父，感谢你将道路、真理、活命来指示阮，佮亲自来行这条苦路。你伫这条的路所留的宝血，互阮的生命有喜乐、有盼望。感谢三位一体的上帝，因为生命中有你，甲阮三个同行，互阮会当分别做圣。毋是阮比人较贤，也是较圣洁，也是乃是你用完全的疼来疼阮。恳求你来帮助阮，一生跟对你，一生奉献予你。特别伫今仔日是中秋主日，主耶稣骑驴仔进入耶路撒冷，群众举手机欢喜伫喊话：和散那，和散那的时，也是主耶稣为着世间人的罪行十字架顶的苦路的时。就主耶稣知，群众甲门徒因并无法度了解主耶稣要啉的这个杯。进入受难周，阮也搁一摆来思想上帝为阮施落救赎的恩典。阮看见主耶稣愿意放下性命，受人凌辱、鞭拍，无出声。为着要成全上帝奇妙的疼痛，互阮的罪会当得到赦，会当进入荣耀的天国。亲爱的主，求你互阮学习，亲像你谦卑顺服的款式，降服上帝的旨意，来使用阮去服侍需要的人，来认捌你是各真各活的上帝，互世上的人拢知你的救恩。来引带人行这条永远活的路。阮知你伫逐世代施行你的旨意。阮要感谢你，伫100年前透过宣教师，互阮的信仰前辈会当来认捌你，互你的福音定根伫这个所在，继续伫传扬你的信息。主帮助阮，将阮的庆祝、阮的笑脸。你会听的时，阮所有的活动是要来互人知你的恩典。主，阮感谢你，相时伫即个时阵，你也差派你的牧者，阮的科牧师来到教会，要来牧养，要来带领阮行头前的路。主，阮感谢你，有你是诚做阮的大牧者，我要将一切的荣光归乎你。愿阮一切的筹备活动，拢照你的旨意来行。恳求你赏赐文山教会，有你的活水泉，福音要对遮流到万代。愿万国因为你的救恩来欢喜，列国也要来学乐你的圣名。阮来伫你的面头前，安尼感谢恳求，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
咱只是来看上帝的话。咱要看的是新约马可福音11章。新约马可福音11章，咱要对第1节看到11节，是新约部分的53页。咱同齐来看，我来读。因行近耶路撒冷到橄榄山边的伯法其甲伯大尼的时，耶稣找2个学生，甲因讲：恁去对面的乡城，已经入去就要拄着一只驴仔，绑伫遐，还袂捌有人骑着。偷开，甲伊牵来。若有人问恁讲，啥事做安尼，恁就着讲，主欠命伊，连边要互伊倒来食。2人就去，拄着一只驴仔，伫路呢的约角，绑伫门外，就偷因。边头徛的人有会讲：恁偷驴仔要啥事？因照耶稣所讲，甲因讲。遐个人就放伊去，因就牵驴仔就近耶稣，煞用家己的衫披伫顶面。耶稣就徛伊，有侪人用因的衫铺伫路呢，也有用手机，就是对远呢所撮来的。前行后缀，在叫讲：和散那，伫主的名来的，应该得到学乐。迄个特别来的国，就是咱的祖公大卫的国，应该得到学乐啊！伫至悬的位啊，和散那。耶稣入耶路撒冷，入殿堂，四过看逐项的物。日已经暗，就甲12个学生出去到伯大尼。咱圣经看到这，即是要请橄榄团契要来献诗。要献的诗是95首，我心中梦是无价。
讲到要请科牧师第八士进出耶路撒冷。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同心来祈祷。爸上帝，阮感谢你，你的恩典疼痛，互阮当搁一届自执伫你的面前，用阮的歌声来讹乐你，用阮的心来敬拜你。愿主即时，你求你甲阮每一位兄弟姊妹同在，互阮的心门拍开，互你的话成做阮生命的气力。恳求信心即时运行伫阮的中间，互阮彼此得到利益，互你的名得到荣耀。愿咱的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今仔日是中秋主日，中秋主日，我想是一个值得庆贺的日子。这个值得庆贺的日子的时，我去找一寡图片，我找到这个图片。这个图是一个初代教会所建立的一个圣殿内面的一幅图。我详细甲看，因为今仔日耶稣入城的这件事，伫4本福音册内面拢有记载伫的。这幅图将这4个福音书内面所有的一切，拢甲画伫这个内面。所以咱若详细会当看的时阵，会当看到有人伫遐做代志，有人伫遐听候，有学生军队伫边啊。总是伫咱教会呢，咱教会咧讲中秋主日，其实爱为第一个撒火节开始，因为伫大斋节期的第一天，就是夜这个火伫身躯顶。代表着备办家己要来准备进入伫过活节、受难周以及今仔日的中秋主日这个边，所以伊的算法是安尼咧算的：伫过活节进前来算40天，扣掉主日，所以迄个日一开始的第一天，大斋节期的第一天，就是拜三。今仔日中秋主日是过活节前的第一个主日，那呢？咱咧备办什么呢？还是没有？咱教会备办，咱当看到今仔日，咱教会布置。咱若为一入门的所在，咱当看到已经有布置中秋伫边啊。咱行入来，一步一步，看到中秋放伫电梯的边啊。咱若行楼梯，会当更较发觉。今仔日咱拢是中秋伫边啊。当咱一步一步往2楼行起来，咱行入到圣殿的门口，咱看到这个布置，一步一步引带咱，还是帮我换一下，谢谢。引带咱上尾进入到咱即马这个场所。我用相片是因为咱有这个音幕挡掉的。当咱为大门入来，一步一步，那亲像咱咧想象耶稣迄时阵的一个情景之地。我要问的是，你捌有过，互人伫边仔甲你欢呼行入来迄种感觉无？应该有吼。结婚，无毋对。结婚是咱伫教会内面，咱定定有诶。但是伫你的生活中、你的工作中，可能嘛有。那呢，你迄阵的感觉是安怎？感觉讲，即马我上大，大家拢爱让我。也是你有其他的感觉呢？也是你有徛伫边啊，甲人拍婆啊，互人入来即个会场内面的即个情形呢？哎，你的感觉是安怎？也是咱敢若徛伫边啊，远远咧看，看讲到底即个时阵，即个场所咧发生什么款的代志？这嘛是今仔日咱读的这段经文，要互咱来思考的一寡问题。伫中秋主日，咱今仔来到圣殿，我想咱都有一个期待。
毋知咱咧期待甚物呢？咱咧期待今仔日咱中秋主日，咱咧是咧备办要来迎接君王，咱要来迎接弥赛亚，也是咱要迎接一个领袖等等的。无论安怎，伫中秋主日过了后，你敢会无共款呢？伫中秋主日过了后，你敢会无共款呢？耶稣备办，准备要进入到耶路撒冷。我想这是耶稣伊一生的使命。当伊来到这个世间的一开始，伊就准备要往耶路撒冷来行，伊就准备要完成天父上帝对伊的交托的使命。所以今仔日咱读的这段经文，其实是耶稣上尾一段的路站。伊要准备要来面对伊人生中真大的挑战伫个。耶稣甲门徒伫橄榄山的边仔，伯法基甲伯大尼即个所在，到底因伫即个所在离耶路撒冷有偌远呢？即幅图会当互咱看到，咱会当看到先到伯大尼，若用这红色的路线来看的时阵，再到伯法基。但是圣经无清楚讲伊伫倒一位，总是通过即摆地理，咱会知伊伫圣殿的边仔，下骹有一个量尺，大约我甲算者，差不多有2-3公里的远。离距离遮尔远的一个人要用行的，可能嘛要行2-3点钟，还是1点外钟。总是有一个问题，互咱思考的是。耶稣对开始传道，一直咧用行的方式，行过每一个乡镇。为什么伫这个时阵，伊煞要牵一只驴啊，互伊坐驴啊进入到耶路撒冷呢？圣经讲，耶稣吩咐伊的学生，吩咐伊2个学生去到下一个庄，讲恁去迄个所在。伫遐有无人骑过驴啊，恁甲牵过来。学生真听话，所以就牵驴啊过来。但是驴啊无人骑过，咱会当想象讲是伊也未有人使用过。若无人使用过一只驴啊，其实伊有伊的脾气。咱若捌看过影片，也是听过人讲的，讲有驴脾气。你硬甲它拖，伊嘛袂行。所以，也无使用过的时阵，伊有伊的脾气。无经过训练的驴啊，要安怎互耶稣来使用呢？要安怎会当排动，互人坐，然后听人的话，做伙行入去耶路撒冷呢？我想，若无经过训练，咱真学去，互即只驴啊对着咱人的骹步去行。总是学生有一寡疑问伫的，所以耶稣甲学生讲，若有人问恁为什么偷即只驴啊？恁要掠即只驴啊去做甚物的时阵，恁就甲讲主要用伊，迄个人就互恁将即只驴啊牵过来。主要用恁，主要用咱。咱拄仔读的圣经内面有描写着讲，即只驴啊放伫挖角的所在，绑伫条仔顶面。当2个学生要去甲牵的时阵，边仔人问讲：恁要做甚物？表明着即只驴啊，毋知是啥物人的。即只驴啊就徛伫迄个所在，但是耶稣甲学生讲主要用伊。那呢，咱思考一下，咱每一个人的生命内面，咱的主人是甚物人？咱的主人是咱的公司的头家吗？是咱伫学校内面的老师吗？也是你的主人到底是甚物？是遐个
无共款的物质来甲你捆住的主人吗？我想，即只驴仔伊嘛咧想，我的主人到底是甚物人？咱的主人是甚物人？当上帝要使用咱的时阵，我想有时咱拢会讲，莫啦，莫找我啦，莫啦，别人较好啦。总是你愿意互信心带你去吗？当主讲我要用你的时阵，你愿意讲好，我对你来去吗？我想即只驴仔恬恬，伊袂讲话，伊的心内嘛毋知咧想啥物，总是只学生甲牵，伊就行。学生甲带到耶稣的面前，伊就行到耶稣的面前。我想，当咱要做上帝工的时阵，咱要伫教会内面服侍的时阵，你袂是孤单的一个人，因为圣经内面，耶稣每一届找学生出去的时阵，其实拢有记载着两个做伙去。伫今仔日的经文内底，犹原是安尼。耶稣找两个学生去到下一个庄头，去牵即只驴仔过来。所以有时啊，咱毋免惊讲，敢若我一个咧做，其实有人甲你做伙。耶稣嘛甲你做伙，所以你袂孤单一个人，总是你有一个同伴，伊会当甲你做伙行伫服侍即条路顶面。因将驴仔牵到耶稣迄个所在，一到耶稣徛迄个地方，因就将因的衫披伫驴仔的顶面，互耶稣会当坐起哩。然后佫有侪人将因的衫铺伫路面，对田里扯遐的树仔落来，嘛铺伫路顶面。所以我就真好奇，即条路敢有遮歹？歹甲讲爱铺遮的物件才有法度行吗？我就查考一下了后，耶路撒冷迄条路可能伫城门进前有一段是无好行的路，总是入到耶路撒冷了后，迄个应该是石仔路。为什么爱铺遮的衫、铺遮的树啊？我想是因一个迎接一个胜利的君王，遮的百姓所做。总是因将遮的衫铺伫涂骹，互耶稣行过。其实伫迄当时，衫对遐个百姓是一个真重要因的财产。即领衫敢若亲像一领大领的布盖伫因的身躯顶。咱会当对出埃及记22章25节到27节内面看到，即领衫对因来讲是有偌重要的。伊讲，若有送香的人来向你借钱，即个送香的人若用伊的衫来做抵押的时阵，你会当借伊，你嘛会当收。总是到天暗的时阵，日头落山了后，你爱将即领衫献互伊，因为伫暗暝的时阵真寒，伊若无即领衫，伊无法度活落去。所以咱想，当耶稣入耶路撒冷城的时阵，众人将伊的衫，遮尔重要的衫铺伫涂骹，互耶稣骑驴仔行过，表示因真看重即项代志，伊嘛愿意付出因生命中上重要的代志，来成就今仔的代志。耶稣骑驴仔，无骑马。耶稣骑一只细只的驴仔，甲马比起来是有一个距离的。咱若看到马，拢会感觉伊真勇壮、真有威严。君王就应该骑伫马顶面。所以，当耶稣骑驴仔入城的时阵，我毋知当时的百姓是安怎想的，总是因为有一个落差伫的，因毋知影讲。到底阮即摆要迎接的即个君王，伊敢是真正的君王？阮期待的弥赛亚敢是真正
会当拯救阮的这位弥赛亚，马会当帮助人去看到真大的荣耀甲威严伫的，总是驴仔有一种代表和平的意义伫这内面。所以我想，伫咱即马世界中，咱若讲美国就好啊。美国总统要出去，伊坐的车是上好的车。安怎讲上好？伊会被上好的保护的车。伊保护这位美国总统出入有安全，若互人用枪拍着，嘛袂当探过去。伊要出门，嘛有坐即种直升机。保护伊会当伫真近的距离会当出入，嘛有真侪人保护伫伊的边仔，拢是为着伊的安全。所以咱讲做总统这个领袖，伊受到真好的保护。那呢耶稣咧？耶稣无，耶稣敢若骑一只最刚的驴仔向前行去。各位兄弟姊妹，伫今仔日樟树主日内面，其实若照约翰福音的记载，耶稣是搬过者前6天去到伯但尼。樟树主日今仔日咱所读的经文的内底，无记载着樟树，只有伫约翰福音内面有记载樟树记这项事。伊讲有侪来过节的人听到耶稣要到耶路撒冷，就摕着樟树枝去迎接伊。所以这是樟树主日一段真重要的经文，对约翰福音书所来。樟树枝，咱今仔日看到，咱头前也有，咱礼拜堂后壁嘛有，咱的十字架边仔嘛有。伊代表着什么款的意思呢？伊代表着一个欢喜快乐。伊代表着一个敬拜阿乐，伊代表着迎接一个君王入来到咱中间。所以樟树主日，那亲像拄则头前以诺长老咧讲的，是一个值得欢喜的日子。所以对当时人来讲，因是一个欢喜的，总是因为咱即马知影欢喜了后，耶稣要继续行伫苦路的顶面，所以咱心情会真复杂。但是咱有缘伫今仔日，爱真欢喜，准备迎接耶稣来到咱的中间。耶稣真勇敢的进入到耶路撒冷，这是圣经顶面一个标题伫的。那呢，伫迄个时阵，头前后壁伊四周的人，拢咧喊讲：何山啊，何山啊！奉主名的来，是应该得到称赞的。何山啊，何山啊！这群人到底在想什么呢？耶稣骑驴仔入来呢，毋是骑马入来呢？有可能因咧话的中间，是毋是因抑阁无明白真正因迎接的这位是什么人？有可能因是对伫边仔看人话，伊就对着话。咱台湾选举也是社会运动这种情景。咱会当去连接一下，伫一个选举的场合内面，咱知一定有一个候选人，嘛有伫运动的中间有一个带头的。这两个拢是徛伫台仔顶，互人咧欢呼，互人咧拍扑仔的。总是伫边仔有一大群人，这大群人有的可能是支持的。支持这位候选人，支持这个社会运动，嘛有可能边仔有一寡观察的人，徛伫边仔看尔，因是咧看讲到底发生什么代志，也是咧观察这个候选人，观察这个运动，伊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我想嘛有真侪人是看热闹的。过去我捌去到一个候选人的造势晚会顶面，我是看热闹的，想要感受一下。发觉伫迄个中间，大家只要顶面台顶的人讲一句当选，会
下骹的人就喊足大声的。我想伫即个群众的内面，有分无共款的人，因有无共款的想法。那安尼，当耶稣互即群人围伫伊四边的时阵，耶稣咧想啥物呢？特别人佫继续咧话讲，迄个将来要伫我做大笔的国，应该得到俄勒的冠冠在上的和散那。因咧俄勒咧赞美耶稣。敢有受到即个影响呢？我想耶稣无。耶稣为今仔的经文，也是对四个福音书内面所记载即件代志，耶稣敢若甲学生讲话了后，直到伊行入去到圣殿，伊拢无阁讲一句话。耶稣伊明白，伊嘛知影家己，伊爱坚定的向前来行。为着要是完成即个世上伊应该爱做的任务，伊一步一步行。我咧想象，伊的心情应该真复杂。一方面，外口的环境咧欢呼，称伊做王，总是伊知影迄群人无真明白伊是甚物款的王。一方面，伊知影家己刷落来，爱一步一步行往十字架。耶稣的心情真复杂。那即群人呢？因大声咧喊，手咧摇迄个樟树枝，咧喊和散那，和散那。因是为着要欢喜，因是要为着甚物款的情景，因伫遐咧喊话咧。我想，咱若去过选举的场所，咱去遐喊较足大声。喊转来哨声，袂讲话。那安尼了后咧，迄暝过去，你的生活敢有改变吗？我想每一个人的领袖会无共款。当耶稣进入到耶路撒冷，伊进入到圣殿，伊四周围看看了后，就甲伊12个学生做伙离开，去到伯大尼。耶稣离开耶路撒冷进前，特别伫今仔日咱所读的经文讲，耶稣去圣殿看看，然后再离开。伫马太甲路加福音内面的记载，伊是连续刷落去。伊记载着耶稣入去到圣殿了后，就清去圣殿，互遐伫圣殿做买卖的人离开，因为讲这是我爸的殿。伊互遐伫遐做买卖的人无法度继续伫迄个所在。但是咱今仔日所读的经文讲，耶稣看了就离开。我想可能是天气已经暗啊，日头落山，所以伫圣殿做买卖的人嘛离开，转去休困啊。所以耶稣去看了后，伊知影伊要安怎做。所以伫经文继续的记载是，耶稣过长工才入去清洁圣殿。无共款的记载，互咱有无共款的思考。耶稣无伫耶路撒冷休困。迄个时是搬过节，有真侪人来到耶路撒冷。我想咱即摆若要出去佚佗，咱会先找我今仔暗时要困倒位，咱会先订好房间。特别即摆咱无法度出去国外旅游，咱只有伫台湾即个所在，所以你一定会去订房间的。我想伫耶路撒冷搬过节的时，可能房间嘛无够，但是耶稣无伫遐休困，伊无甲其他伫遐过节人共款，就选择伫耶路撒冷休困。耶稣离开，继续伊要所行的路程。当耶稣离开的时，我想耶稣敢若带12个学生离开，安尼拄则甲因做伙伫遐喊话遐的人咧，因去倒位啊？因就伫耶路撒冷休困，也是转去因家己的厝内面。因为经过一天，我想咱嘛参加过运动的拢知，迄是真忝的，所以因真忝啊，因转去休困啊。刷落来，敢若无因的代志。
因恢复过去因每一天应当过的生活，因照着因的习惯继续咧过日子。伫日时，耶稣接受众人的欢呼，进入到耶路撒冷。伫暗暝，只有12个学生甲伊做伙离开。耶稣一直咧陪伴家己，耶稣一直咧陪伴家己来用十字架道路咧行。耶稣一直咧陪伴家己来完成伊伫即个世间的使命。因为圣经的记载，咱知影每一个日子，咱知影今仔日是中秋主日，咱知影拜五是受难的礼拜，咱知影后礼拜是过偌一个礼拜，咱拢知。即个节期，咱过了足侪年的。耶稣身边有门徒，有支持的，有伫边仔看的，嘛有甲伊无关系的人。所以伫规个耶路撒冷的城的内面，有真侪款无共款的人。咱伫咱教会内面，咱有认真拍拼军队耶稣的人，咱有侪兄弟姊妹真热心咧服侍咧做工。上帝予每一个人有无共款的恩赐，咱徛伫无共款的位置。所以牧师这边要邀请咱众人，咱看到教会有需要，徛伫上帝予你的恩赐的这个角度，你想一下，你会当为教会做什么？为上帝做工，无分年纪的；为上帝做工，无分你是好也是歹。因为伫上帝眼中，咱每一个人拢是伊的宝贝囝。那呢，你嘛免惊讲，我家己一个人咧做事做代志，我会感觉足忝的。上帝会差派同工甲你做伙。我真欢喜来到咱中间，我真欢喜，我有侪中职同工兄弟姊妹做伙伫教会内面共同咧努力咧拍拼。我看到教会的历史130周年的历史，信仰的前辈，因过去安怎一骹步一骹步建立一个基础，互咱即摆会当坐地，互咱即摆会当继续来完成上帝所交托伫咱即个时代所应当完成的任务。咱每一个人身躯顶拢有上帝所赏赐的任务伫个。咱要安怎用咱的信心来跟对伊呢？耶稣身躯边有侪人，那呢？你是倒一类的人呢？我想，当耶稣进入到耶路撒冷，伊是要来宣讲、表明上帝救赎，伊要来到啊。虽然当时的人因无明白。总是耶稣犹原将伊应当做的代志，甲做好了。耶稣的离开去到伯大尼，我想是为着会当安静落来，会当甲上帝搁一届结连，而且为着家己线接落来要所要行的苦路来做陪伴，因为知影这是一条无简单的路。咱伫教会内面，咱的服侍。犹原是安尼，无一项代志是轻松会当完成的。伫咱的生活中，咱的工作嘛同款，每一个人的工作拢有伊的困难的所在。总是咱有法度陪伴来到上帝面前，讲上帝，我愿意，互你来使用，我愿意陪伴家己，甲你结连做伙，恳求你来引带我。拄则问大家问题，伫中秋节日了后，恁敢会无共款？我想咱一定会无共款，咱一定会无共款，因为咱相信啊，咱相信耶稣基督的救赎，咱相信耶稣基督为咱所留的保护，伊所赏赐咱的侪恩典，所以咱每一天拢互上帝更新。咱每一天拢无共款，你相信吗？
你相信家己每一工拢无共款吗？那安尼，咱就互主来使用，邀请咱做伙，甲主来同工，甲主同行，用咱今年的主题信心甲军队，来继续起造上帝的殿，继续完成咱这个时代爱完成的使命。咱同心来祈祷。爸上帝，伫你面前，阮献上感谢，因为你听阮，伫中秋主日，阮真欢喜快乐迎接耶稣。我毋是伫边仔喊话尔，我毋是伫边仔欢喜尔。主啊，我要甲你同工，我要甲你做伙，我要用着你所赏赐阮的才能、恩赐，付出，互你来使用。愿主看顾阮每一位兄弟姊妹，互因的心会当真正陪伴，互因的心火热，互咱教会搁一届，因为每一位兄弟姊妹的投入，互教会搁一届看到上帝你的荣耀。愿主帮助阮，看顾阮，愿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请咱过来吟圣诗144首，圣诗144首。我心困我是阮宝座，主要听我祈祷，谦卑拍拍伫你脚前，心神稳得安宁。请咱起立来吟全首。请坐，请咱只是准备心来奉献。
请咱新朋友若是还无了解咱奉献的意义的，请咱毋免奉献。请坐。这是我来报告，请咱来看周报第3页。咱圣港分担下周的服侍同工，请咱家己来看。特别就是因为后礼拜是过偌济，所以华语礼拜暂停，是咱要联合礼拜吼，联合礼拜。咱来看拜三查经基督会，主理是黄传道，司会是我。下周的主理是柯牧师，特别是持守所传的福音，圣经信息，请咱会使来准备。请咱先开到歹势，今仔日袂记咧读金句，请咱来看第2页的金句吼，咱来读2遍吼。来，你是我的上帝，我要感谢你；你是我的上帝。我要尊你最悬。诗篇118篇28节。你是我的上帝，我要感谢你。你是我的上帝，我要尊你最悬。诗篇118篇28节。请咱先开第6页，咱来看教会消息。今仔是中秋主日吼，头拄牧师嘛有讲过吼。第2点就是，咱所期待柯牧师吼，终于要伫3月30日，就是咱即礼拜第拜2吼，要迁徙来4楼的牧师馆吼，因为过去拢一直咧整理吼，所以牧师就爱安尼较调远，为淡水安尼来走来走去啦吼。啊，嘛是牧师若需要人帮忙的吼，嘛免客气啦吼。第3点是130周年纪念歌吼，咱已经头拄有练过，啊，伫小等煞的时阵，有长老有要搁带咱
对无？无吼，会拄要做安尼唱啦吼，因头拄有练过啊吼。第4点，即嘛有讲过，但是佫强调一下吼，130周年咱的活动之一啦吼，要写批互10年后，吼，就是咱即摆2021嘛，就是2031年吼，会教会吼，请咱大家愿意会当写互教会，你有啥物期待、愿望吼，咱拢会使写，但是无寄，到2031年的时阵才会寄来教会安尼吼。咱上尾也是伫4月11日吼，咱爱收集即个明信片。即马写好都会使囥，因为下面遐咱有制作一个迄个邮筒吼，咱会使甲囥伫迄个所在吼。嘛是会使写互你愿意。要甲对咱的会友，也是对牧师，也是对啥物人，想要甲伊表达啥物，要伫希望伊有啥物，你的愿望啦吼，你的期待安尼吼，会当写互咱的会友，也是咱的你想要写互伊的对象安尼吼。第5点，咱主日礼拜的领唱当天吼。欢迎有感动会当加入到咱主日的领唱的兄弟啦吼，咱当日来加入即个领唱的服侍。若有意向的人会当请礼拜组的运营长落来报名。第3点是即礼拜拜5就是4月初2暗时8点，咱要东沙区要伫新店长乐教会举行受难日的联合礼拜吼，因为有疫情的关系，所以咱要采取迄个实名制吼，所以爱先报名，要参加的人吼会当去伫迄个柜台遐会当去填写安尼吼。我要补充一个，就是因为咱过去吼，伫即礼拜就是咱的受难周啦吼。过去咱拢希望讲，伫即个受难周，较莫去参加迄个安尼真虚华的迄个宴乐的活动啦吼。咱来思想咱的主为着咱行即条受苦的路啦吼。圣感事奉表吼，伫下一季圣感事奉表已经写好有服侍的当天会当去到柜台遐来领取吼。第8点是过偌济联合礼拜，下周4月初4是过偌济联合礼拜，当日吼咱无华语礼拜啦吼。第9点是4月份的受青啦吼，这些寿星吼，咱伫第5页遐拢有顶出来。若有老教的吼，会当甲行政干事来更正吼。咱在场即马4月份的受青，咱的牧师要来为咱要来甲伊祝生日快乐来为恁祈祷，请恁徛好无？4月的受青。咱4月份的受青，我看名单足侪人来，请徛好无？嘿，可能你歹势，无要紧徛，咱为你，因为讲吼，即礼拜袂使甲恁。唱生日快乐歌，咱今仔来唱吼，来咱做伙，咱台语唱一届，英文唱一届，我再为恁祝福，来。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好，我为恁来祝福，请搁徛咧，我为恁祝福，咱同心来祈祷，来祝福因。爸上帝，阮感谢你，你互今仔日在座4月份生日的遮个兄弟姊妹，阮真欢喜。你互因会讲甲阮做伙，伫教会团契，会当伫教会互相分享、交谊、关怀。愿主你看顾因每一位生日的兄弟姊妹，
互因伫因每一天，拢有缘领受到对主你下来平安甲喜乐，互因的家庭受到上帝你的祝福满满，互因的工作顺利，互因出入拢有真正的平安。愿主看顾因，互因伫每一届生日的时，因拢会当了解明白，上帝才是因至权的天父上帝。愿主帮咱看顾，互每一位兄弟姊妹拢有永远的喜乐伫地。愿安尼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咱家讲一届生日快乐！生日快乐！请坐，请坐。请问今日有新来无？哦，无好。咱来吟诗尾边的诗390首，阿乐天父，万福本源。今时煞要请柯牧师来祝祷。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祝福，愿天父上帝真正的平安甲喜乐，主耶稣基督的救赎甲恩望，信心的扶持甲帮助，甲恁众人伫地对这点到永世代无煞。阿门。请坐。咱要游完用信心甲军队这条歌，真做咱的平安礼。咱伫这中间，咱唱一届了，咱会互相请安。